我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6，旧历的11月初3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：行唔对路，误入龙野区，去互头家砸人陷车。苗栗一个优秀者，甲5个朋友开2台车要去新竹来爬山，讲行唔对路意，这个车回转的时阵，刚转入去一场龙野区。龙野区的头家随骑机车冲出来，甲因砸路，甲因指责。 讲入来伊的龙野区要创啥咧？佮企图要甲大门关起来，唔爱互因出去。6个小姐是惊破胆，小连续道歉会失礼会13届，头家才来让路。但是听到因讲要来报警，竟然佮失控，冲到车的头前，双手出大力对这个引擎挂，对甲引擎挂拢猫落。即摆6个女子决定要告这龙野区的头家毁损妨害自由。这是露营区。 驶唔对路入去龙野区洗番头。跑进来有一个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我误闯了，导航没导正。对不起。驶入龙野区有2台车，业者将因挡入大门口。业者气甲用铁门要甲因动，2台车6个小姐拢着惊，连续13摆失礼，业者才让路。警察都过来了。啊，过来啊！我们去下面等，我们去下面等。不要跟他吵了。 业者听到驾驶要报警尔，用手对引擎挂，搁拍算用马身要挡这台车。轿车一个驶走，这个业者搁骑奥多麦入进前将车挡落来。我告诉他说：“你把我的车都打坏了。”老板没有任何道歉，没有任何回应，他觉得他是对的。我们车有在动，要不然你停着让他打，应该整面都是了吧？ 而且引擎挂互人对歹去修理，讲要开16000块，而且想到当时的情形，还会惊。感觉好像就是要给钱，关门的动作就是好像很熟练。有小姐强调讲，伊当时是行唔对路，会使的个人动路卡车，感觉有够咸。等警察来也可以啊，不能说这样逃走啊。他车子撞我，撞下来我才打下去啊。业者解释讲，因驶车入到伊的龙野区，这个女驾驶无开窗仔门，说明来意，认讲这无礼貌，挡路砸车，是希望因留落来做伙等警察来。因为业者出手对这个车。 搁拍什么关门后，2台车6个人拢着惊，有小姐决定要甲个毁损加妨碍自由，讨回公道。